嘉义新港种用菜面积有16公顷外，产量是占全台湾的8成。不过，近期因为落雨造成袂少用菜有水伤，农民就希望讲会当申请救助。采收的用菜一部分的叶仔已经烂去，农改组人员甲食物医生做伙到菜园内底检查。农民讲，这个情况是顶一站落雨了后才发生的。咱看到这叶啊，伊顶管拢有受损，卡这红斑，这应该是酸雨造成的这个做一个这个天然灾害啦农改组人员甲食物医生初步看了排除白虫害的问题，详细情况阁需要配合进前的天气资料。县政府嘛表示，会配合农改场的调查，如果符合救助条件，会协助农民来申请。之前我请当地的植物医生先做初步的判别，初步来说，他是觉得这样子一个病害的部分应该是排除的。应菜基本上是一个唔惊水的植物那显然会产生这种现象。那如果是气候因素的话，那当然就符合天然灾害救助标准。新港乡的用菜有3社种植温室，目前温室的用菜也要传出有同款的问题。合作农场表示，去年用菜籽的成本提悬，今麦阁拄到这个问题，农民希望会当申请救助，减少损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